今日想從多個角度深入睇下美元匯率，仲想睇下本週市場有咩值得關注。早晨，我係 Ian Mark， 今日係2025年3月24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上星期最重要嘅消息就係德國聯邦議會通過咗一個歷史性嘅1000億歐元財政方案，目的係要推動經濟同國防。作為歐洲最大嘅經濟體，如果德國經濟能得到改善，相信整個歐盟都會受惠。雖然市場上有啲人反對，話冇結構性改革嘅情況下，單靠大幅舉債刺激經濟係危險嘅做法，但面對特朗普政府明顯嘅全球策略收縮，同埋對歐盟加徵關稅嘅壓力，歐盟已經冇咩選擇，必須盡早擺脫對美國嘅經濟同軍事依賴，靠自己推動經濟。至於德國呢個方案會唔會成功，仲要時間去驗證。但德國而家正全力以赴，全球資金都可能把握呢個機會投資歐洲，為歐元匯率提供支持。呢啲情況可以視為影響中長線歐元走向嘅重要因素。至於短線焦點，就係下個月2號特朗普推行嘅對等關稅方案。關鍵係特朗普究竟係要對全球，特別係對歐盟大規模徵收關稅，以復興美國製造業，定係只用嚟做談判策略，最後草率結束呢個關稅政策？呢個會直接影響短期美元同歐元嘅走勢。面對特朗普關稅嘅不確定性，預計本週美匯技術上可能繼續橫行喺103至106指數點之間。再回顧上星期嘅聯儲局議息會，主席鮑威爾話減息嘅時機要根據特朗普關稅政策嘅推出情況嚟判斷。換句話講，暫時未能為市場提供具體嘅減息時間表。不過會議中已經確認今年仲有2次減息嘅機會。仲話從4月開始會放慢縮表金額，呢啲無疑會保留市場上更多嘅美元流動性，對美元造成壓力。最後回顧本週市場焦點，本週最重要嘅就係星期三英國公佈嘅春季財政預算案，因為截至2月份，英國嘅總債務以經先 GDP 嘅比例高達82.9%，係自1960年代以來最高嘅水平。市場對英國財長李允晴發佈嘅預算案感到擔憂，是因為擔心佢會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同福利。如果真係咁，可能會嚴重削弱英國經濟發展。而呢啲擔憂似乎正限制咗英鎊突破1.30美元嘅能力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